宝春，就是为着英局长的救命之恩，我才唔敢互人知影我阁活在这世界。阿母，后事不好，害你受苦，请你原谅我的苦衷。讲囡仔，若是会当早讲，你还阁活咧，阿母食搁较济苦嘛有计啦。不要紧，即摆算是苦尽甘来啊。咱一家伙啊，总算会当过团圆啊！起来，起来吼！阿母，为了遵守我甲杨局长之间的约束，我唔敢互人知影我阁活在这世界，甚至阿妹，我唔敢互伊知影，所以我一定用陈老师的身份来照顾阿母。恐惊我无法度甲你团圆。你意思是讲，阿妹目睭若好个，你就一定爱离开？阿母，真是的。唔免讲实个啦，阿母若知影讲你还阁活咧，安尼就好。只要你若是平安活脱这个世界，伫阿母的心目中，咱一家伙就是敢若团圆同款，安尼就有够啊！阿母唔敢强求什么，安尼就有够啊！阿母，对，阿妹咧，阿妹即摆啦，伊人有好好无？伊拄才食药啊，即马来困啊。带我来看一下好无？我袂甲吵精神啦，我袂甲讲什么，我看一下就好啊，好无？
这拢是我的唔对，这拢是我害的。我当初时就知讲你出代志了，我这心肝头安尼乱糟糟，一口气无提出，我才会做出迄个糊涂的决定。我毋是真心无爱林南梅，虽然讲我嘴会甲伊骂，会怪伊，啊，不过迄是因为我无法度承受讲你已经死去的事实，我毋才会赶伊走，我会好赶春潮的走，害春潮啊病死伫咧异乡。这拢是我的唔对，拢是我唔好。阿母，你莫责备家己啊！尤其也是春潮的代志，讲起来，嘛袂用个怪你，要怪，就怪我当初做一个错误的决定，才会有春潮无辜受害。春，你是讲什么错误的决定？什么无辜受害？你讲这话是什么意思？阿母，我心内所爱的人，毋是春潮。春潮知影了后，一直活在痛苦甲怨恨内底。你是讲，你心内有咧爱别人？是阿妹。阿母，你还阁会记得？半年前我对日本转来台湾，你捌要求我带阿妹做某，啊，毋过我拒绝。早若知，我就答应你的要求，带阿妹做某。今仔日所有的代志，都完全无共款。别怪，都怪我当初无勇气去面对家己的感情，才会去冒着春潮仔的辛苦，去耽误着阿妹。你说我一直拢袂甲阿母讲，阿母毋人嘛讲，阿妹会用咧做我的查某囝，我嘛希望伊会用咧做我的媳妇。当初阿妹若是有家哩，这所有的悲剧都拢袂发生啊！当初我发现，我爱的人是阿妹，啊，不过这一切拢袂赴啊！因为迄个时阵阿毋杰啊，已经来咱兜提亲，我惊讲出真相，会去伤害真侪人。啊，毋过谁知影，后来有遐尼啊侪不幸，遐尼啊侪伤害。阿母，世间的代志，哪会阁对头阁来一届？我选的人，一定是阿母。那你阿妹，阿妹是不是有点介意？阿妹死不了，甲即马拢叫是我是陈老师。有一届，我捌问伊，我甲阿海啊，对伊是毋是真重要？虽然伊无法度讲出嘴，啊，毋过我知，伊毋知影要安怎选择。
是在爱你。那安尼，也会是安怎来安尼来错的？阿母，我无相信什么命，嘛无认为这是命运的创。面对过去的代志，敢若应该讲，每一个人做的决定有正确的，嘛有错误。啊，毋过事后回想起来，除了遗憾，其他已经拢无重要，因为这一切不幸，拢已经发生。没错，你到即马还可咧爱阿母，对吧？阿妹在我的心目中，甲阿母同款重要。多谢哦。莫搁假啊啦，搁假就无成啊啦。摕去啦，摕去啦，你摕去互迄个细童的啦。你去甲伊讲啦，讲哦，互伊安尼加无年真实的啦。啊，这个烟肠哦，都算是我阿亲戚的，吼。错，为什躲在哪里？阿母，你免惊啊！你小人遮歹啊，为啥物拢唔知啦？下面肉母灾，你少来了！吴玉梅跟你们母子那么好，你们会不知道？你们今天要是不告诉我的话，我警告你们啊，你们两个我全部抓走！你袂去了我啊！阿母，你莫听伊老白讲啦，咱也无犯法啦，伊凭啥物来咬咱啊？啊，伊是好人，咱绝对袂当出卖伊啦。每当出梅姨，你知道他在哪里了？你放手啦！你香港不？代理，你说不说？知影个安怎？你别想想爱甲你讲啦！你代理啦，我求你啦，我求你啦！我干那一个囝尔，你该放啊！你该放啊！阿母，你莫求伊啦！代理啦，我求你啦！这是你家己吹的。代理，你讲哦，我一定要把他抓走，看看他是他的嘴硬还是我的拳头硬。香港，阿母，阿母，代理，阿聪啊，阿聪啊，阿聪！坐下，说不说？黑瞪你！我警告你，你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？我有办法把你带进来，就有办法让你永远也出不去。唉，你这是何苦嘛？为了一个毫不相干的吴玉梅，值得你这样牺牲吗？你还是乖乖听话，赶快说吧。好啊，那呢？你带我去检察官啊！见法官干什么？我好甲你的恶行恶状，拢讲出来啦。亲像你这款歹人，早就要接受法律的制裁啊！想跟我玩是不是？好啊，我倒要试试看，是你的嘴硬，还是我的拳头硬？陈新娘，等我病好，我一定马上回去。先食药再讲。阿妹，你听我讲，我希望你会当带阮林家怎啊带落去，而且你应当都要叫先生叫阿爸。啊，若无剩，你应当就要叫伊阿兄。伫别人的面头前，你用个叫我阿母，啊，毋过私底下我不准你叫，知无？你甲讲，钱是你摕互伊，真是我对我。你是不是要赶我走？
不是，那不是，谁来提钱给伊？啥人我讲的话你都唔相信，我真是要看你走。我不相信，我绝对不相信啊！阿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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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紧起来，紧起来！三姐，我求你，你别把三姐娘我。三姐娘我骗你，你莫跟我走，你我肯定要回去。我求你，你别跟我把三姐娘我求你。阿母来看你。这老师哦，你去食药啊？是哦。哇，困这久的吼。陈老师啊，我头先吼，我感觉你做像阮阿母安尼。我记我细汉的时阵，我若人艰苦的时阵，阮阿母吼，拢照三顿甲我顾呢。阮叫我着一定爱食药啊！有当时我若无食药啊，阮阿母佫会生气呢。所以讲吼，我爱食药啊，毋拄哦，你若生气吼，我着惨啊！阿妹，阿母，阿妹，阿母，阿妹，阿母，这是你！是我，阿妹，阿妹，阿妹想万来啊！互你食遐尼侪苦，你即摆目睭阁无看，互你受遮侪委屈。阿妹，阿母，你放心啦，阿母你免烦恼啊。迄老医师讲吼，伊讲我目睭吼有复原的机会呢。上好是安尼，若无阿母，一定会亏欠一世啦。阿母，你莫安尼讲啦。本来就是安尼，拢是我唔好。我当初是，若是莫做迄个决定，甲你留大厝的，安尼毋就无这个代志发生啊。我这个人就是安尼顾人怨啊。但即摆连我家己的查某孙，假婚人轻的我，后尾还是自作自受。阿母，你假婚吼，还阁细汉伫的啦。我甲伊苦劝吼，伊一定会听我的话啦。无论安怎，伊嘛是啉家的骨肉啊，对无？无论安怎，伊嘛要叫一声阿嬷啊，阿母。阿母，对啦，前一阵啊，海有来找我，你知影无？我有听伊讲啦。阿母，我咧想哦，其实海若真会坚持要叫我倒转去，我想我还是倒来皮家好啊啦。我倒来皮家，我不但当照顾你，我嘛使带阿姨安母仔囝，甲咱住斗阵，那呢咱就会当互相照顾啊，对无？唔免啦啦，阿妹，你唔免倒转去啊，是安怎？因为迄场离婚书，阿海已经决定要签你啊。阿海会做这个决定，应当是为着阿 Q 啊。海已经签。阮为你甘愿牺牲。
照我所知影的，阿海也已经等阿妹等几落天啊。阿海敢真正决定要甲阿妹离婚？敢讲？迄是我伫咧骗阿妹的。啊！你现在要骗伊啦？刘医师，你是毋是知影讲吴春甲阿梅，伊两个人有感情存在的代志？这么重大的代志，我叫你是上尾也一个才知影。逐摆都是安尼。刘医师，我坦白甲你讲，阿海也一直拢咧等阿梅倒转去。现在是阿海啊，还搁伫咧英雄旅社等咧看阿梅。啊，毋过小等下我若倒转去旅社了后，我会甲阿海啊讲，叫伊免来看阿梅啊。这到底是为什么？因为阿梅应当是做阮林家的媳妇，毋是平家的媳妇。我听无你的意思。既然我甲知影讲，吴春甲阿梅，因两个人互相有意爱，那安尼我就不准阿梅搁再倒转去故乡，我会叫伊留在台北，因为阿梅若倒转去故乡了后，伊早晚总有一天一定有甲阿海啊做伙。阿母，你会使有这款想法啊？这是关系到阿妹一生的幸福呢。幸福？什么叫做幸福？阮林家幸福，早都莫名其妙向过去啊！我的后生明明还阁好好活伫这个世界，伊是安怎都安尼营营业业伫咧过日子，安尼生不如死。阮母仔囝应当享受的天伦之乐，阮母仔囝的幸福，是要叫什么人来陪阮呢？现在是我唯一当做，我就是让阿梅离开阿海啊，因为我相信总有一天，吴春一定会当搁倒转来台湾，吴春一定会当光明正大活倒来台湾。我哪会当等到迄一天的时阵，阿梅甲吴春，伊就会当结做翁仔某。也毋过，是毋是有迄一天根本就毋知影啊？阿母，你敢无感觉你安尼做伤过自私？我是足自私无毋对。我的后生甲我的查某囝，因以前慢慢甲我骂过，讲我足自私的。啊，毋过因永远都无法度体会讲。我一世人的自私，拢是为着因。刘医师，我毋敢要求讲，你都要认同我的做法。啊，不过我要拜托你，我拜托你，毋通将这场秘密讲出去，好无？也毋过现主是阿海，就伫咧旅社等阿妹。我若无甲阿妹讲，我是要来对伊交代啦。你毋免对伊交代啦。你也莫讲，我嘛莫讲，安尼这件秘密就永远无人知影。这，我做袂到啦。刘医师，敢讲你会想讲是我无希望阿梅倒转去故乡了？我敢会无希望我阿梅倒转去故乡陪我、照顾我心？事到如今，伫个我知影讲无春甲阿梅因两个代志了。伫个我知影讲，阿梅若倒转去故乡，唯一的结局是安怎？我感觉我会当有啥物选择是无？你要讲我自私，事事行行敢若受到家己的后生甲查某囝，这我接受。啊，毋过为着做一个自私的老母，准做讲我后半世人注定就要做一个老孤魂。这我嘛敢，你知影？答应我好无？刘医生，我甘愿孤困一世人，我
我就是为了要成全无村甲阿母，请你答应我好？拜托的，这件代志千万唔通互阮无村知影。阮无村也知影，伊一定会不准我安尼做。拜托。阿母，啊你食？嘿未敢起来啊？哎，起来啦！阿妹伫面床咧摕啦。阿母啊，等下你留来食饭啦，我即马来去传。哦，好啊，好。哎呦，啊，等你嘛好啊！你安尼行过来，行过去，啊，行过来，行去，啊，行到要到100撮，啊，你袂善了，迄真正大概互你踏入落啦！啊，莫紧张要创啊呢哈！毋是啊，啊，阮丈妈去见阿妹，啊，一去就去遐久。我也毋知因两个人会讲啥物话啊，我当然嘛会紧张。哈，有当你紧张，感着路英雄啦！来，食济啦，食济啦！哈，凡事哦，爱看较开的啦。啊，牛若毋食水哦，你二甲饲就感着路用。啊，该是你的吼，走袂去啦。啊，不该是你的，你强求嘛无弄啥，对毋？上哥，你头会使安尼讲啦？啊，你意思毋是讲我甲阿妹已经无法度团圆啊？无啦，我哪有安尼讲？我是要苦讲你讲，叫你莫遐紧张啦。啊，是好是歹吼，恁丈妈转来自然就会知影，你咧。哎呦，讲人个，来，请嘛，来，小姐，你有见着阿妹无？啊，有讲啥物话无？伊愿意救我无？啊？阿母，阿妹到底是讲啥啦？啊，你毋去讲，啊？系啊。请你替我原谅阿妹。原谅？阿妹是讲啥？是安怎要叫我原谅伊？阿妹，伊讲，系啊，阿妹。一生只爱你一个，为你甘愿牺牲一切。小子，你真不怕死啊？难道你要跟你爸爸一样落了个判断犯的下场？你莫甲我吓惊啦！我才几岁啊！你讲我是判人犯，敢有人会相信？你莫那么笑死人啊！好，你可以不怕。啊，不过我想，恁妈妈伊应当会惊吼。你想要创啥？你莫对我阿母袂来哦。上次你妈妈为了你爸爸的事，弄了个精神好弱。如果我再把他抓起来关个1年半载的，你想，一部戏码踢笑。你袂见笑啦！随你骂，我不在乎。现在啊，一边是你妈妈，一边是我女儿，要救谁该救谁，就看你自己决定了。我说你啊，这是2礼拜份的药啊。
真诶，多谢你。阿妹继续做这药啊，你目睭就真紧看会到啊。下，张老师，永聪，永聪，张老师，永聪，快进来！永聪啊，你这来受伤啦！发生什么事啊？我唔知要安怎才好，我真正唔知要安怎才好啦。较冷静，莫哭莫哭，来，有啥物代志吼，甲我讲。迄个死长的臭家庄唔是人啦，伊将我掠走，为后搁叫我骗后面的老豆，后无，伊就要将后母掠走啦。但老师，我真正无想要出卖后面阿姨啊，啊，毋过后母伊，我真正唔知要安怎才好啦。可恶！这个系统未免太过分。陈老师，你们冲动了！不管是玉梅还是这家母子，我不准他再动他们一根汗毛。你的意思是？永聪，你不要怕，我不会让那姓唐的得逞。你放心好了，你母亲不会有事。你留在这里，好好照顾玉梅阿姨，哪里都别去，知道吗？你去对啦，当然去找那姓唐的。你别去张卡，你看我有什么不好的？我已经忍无可忍。那个姓唐，应该跟他做个了断。你留在这边陪玉梅跟永聪，拜托你了。不会用气啦，陈老师，陈老师，永聪啊，你到我的厝，忙我别走啊，我要去等人。曾大嫂，曾大嫂，刚发生什么代志？唐国强，快把他给放了！林茂春，真的是你果然没死，真是出人意料啊！哼，你都没死，我怎么能死呢？我跟其他的同事说你没死，可是他们没有一个人相信我。系统哎，我警告你哦，你莫别来哦。警告刘医师，怎么？你准备再去找立法委员来修理我吗？可惜你没有这个机会了。林茂春一出现，就有充分的理由把你们通通都抓起，包括你，还有吴玉梅，甚至曾家的母子，我全部一视同仁，通通当做叛乱犯。唐国强，你认命吧，我会把你们一个一个人都送去枪毙的。走，你走。大嫂，这样，陈大嫂。唐国强，你这个不折不扣的人渣，你做尽了丧尽天良的坏事，难道你一点都不忏悔吗？我有什么好忏悔的？我是依法行事，你还敢狡辩？你开枪杀我，你有种就开枪杀我呀！你看我敢不敢？林茂春，你不要杀我，你不要开枪啊！我跟你之间不是私人恩怨呐，林茂春，我还有老婆，还有孩子，他们都要靠我抚养。我要是死了，他们怎么办？林茂春，我求求你，不要杀我，不要杀我！我懒得跟你这个人渣计较。不过我告诉你，如果你敢再找换麻烦，我绝对不饶你。你走吧。金燕，那你去采阿 King。林茂春，你放过我！是啊，解决啦，我总算给解决啦。以后，伊永远都别找阿妹的麻烦啊。这代志跟你无关系。那调查局的人查起哦，你莫想，我来担。无出呀，你哪会使安尼做啦？伊明明是我。互林茂春加一条罪名，佫会安怎？而且林茂春早就已经是一个死人啊，只要我离开台湾，你大家拢无代志啊。
春啊，你敢真是决定要离开台湾？莫讲这个，紧来遮处理者，莫去用快。这个姓董的，伊一世人拢咧制作失踪人口，想袂到，伊家己嘛变做失踪人口。谁啊？我啦，嗨啊！母，我有代志要甲你讲啦。你若是要甲我考考，就免讲啊，无你较早转去困。嗨啊，你莫安尼好无？你听我讲几句啊啦。我知你对阿梅足痴情的，啊，毋过感情的代志是袂当勉强。就好亲像阿 Q 对你共款，阿 Q 嘛是对你足痴情的。啊，毋过你咧，你是安怎对待伊的？徛在你的立场哦，你当然是希望阿梅会当当面甲你讲互清楚，对你有一个交代。啊，毋过你有想过无？阿梅是足惊面对你的呢。有啥物好惊啦？我也袂甲伊疼食落腹啊！伊是被逼才离开故乡遐侪年，伊拢无去尽着做人的某，甲做人的老母的责任，伊当然是惊去面对你啊！伊毋才会拜托阿 Q 啊来照顾恁爸仔囝。啊你咧，你安尼一拖就是拖遮侪年，你也毋肯互阿 Q 啊一个名分，阿梅嘛会感觉讲伊愧对阿 Q 啊，这个理由敢还佫无够是无？阿梅吼，即摆咧讲啥物拢无啊啦，伊会毋敢去面对你，伊是想讲安尼看会较安心无？你开嘴合嘴就讲你爱，你是安怎连这点都无法度通谅解伊哈？啊，毋过我听阿 Q 也讲，伊当初签迄个离婚书是阮阿爸甲阿 Q 因老母逼的啊。伫当时伊是被逼的，无毋对，啊，毋过即马毋是啊。伫当年吼，伊愿意要签迄张离婚书的时，安慰身躯边嘛是有人伫咧照顾伊，伊是一个医师，敢是迄个老医师？毋是老医师，是另外一个医师。伊甲阿梅两个人。抗议控诉每。哎呀，我知影安尼做对你来讲是足残忍的，啊，毋过你着……阿母，莫阁讲，我了解啦，你放心啦。从今以后，我袂阁甲伊孤孤单啦。但是阿母，你替我甲伊转达一下，伊要爱的幸福，我会予伊，我嘛会甲伊祝福。啊，毋过
伊还阁欠我一个交代，欠我一句话。除非伊亲身拄着我，亲嘴甲我讲，啊无，我永远拢会等落去。我袂伫伊言书顶悬签名，我就袂走。你无出，你别过来，你别过来，阿姨就是互你害死，别过来，别过来。你不要误会，我不是李茂春，我是陈老师。陈老师，你不是林茂春？李茂春早就死了，你不要怕。来，我带你去找阿聪。你要带我去找阿聪？奇怪，哪会转来？永聪，阿母，阿母，阿聪，那你无代志啊？伊有对你安怎无？你哪会受伤啊？哈，会痛袂啦？阿母，不要紧啦，一点仔拢袂痛，你莫烦恼啦。倒来就好，阿聪啊，以后莫搁再离开阿母啊啦，哈，莫搁再离开阿母啊啦，我的心肝惊。哎呀，你袂看到宫门，真是要走？是啊，你无爱搁留落来哦。我想，我来走好啦。啊，多谢恁这大日子的斗相共，啊，甲照顾，多谢啦。啊，你莫安尼讲啦！你查某囝要有坚心，要有信心，要有耐心，绝对袂用灰心的，较打拼，还佫有机会啦，莫走啦！我还是来走好啦。阿母，我还先来走哦。落来啊，较细哩哦。无你著赶快行咧，车头这剪影真多，你著较细致咧，迄骹网爱注意呢。嘿，是讲嘛奇怪呢，这哦，原本安尼声句句讲无记着阿梅袂用哩，即马煞讲伊应该爱来走啊，迄句我实在想真无呢。我知。创啥啦？喊到遮尔大声，知啥啦？保险咱的女社吼，迄电风袂凉，袂见带来咱遮。陶月娘，若这条你来担，你唔对。你着吼三八较无分大细汉，你是无看阿海要走的时阵哦，前边安尼叫，心情足歹，你三八为了要到黑白店啦，去啦，去叫人客啦，去啦，莫那么去啦。我来了。陈新娘啊，阿海是安怎一直要走？你敢知影原因？伊哦，我咧想吼，伊可能是袂放心你生的款啦，毋则赶要倒转去看囡仔，反正伊都已经倒转去啊，恁就莫黑白生活啦。阿青，我想要过来看阿梅呢，拜托你带我来去一个好无？好啦。
个姓董的同事哦，拢就是讲伊去办啥物案件。照你安尼讲，伊哪毋知影已经失踪啊？迄个姓董的吼，以后拢惊人抢走伊的功劳啦，所以伊请一个人私底下去办案，伊的同事哦早就习惯啦。青燕，你莫想遐尔济啊，这一切哦，拢是伊家己做得来的。就算讲吼，我受到啥物报应，我嘛袂后悔。代志倒顶来一摆吼，我共款嘛是安尼做。陈老师，陈老师，陈老师，玉梅，什么事？陈老师，来那边坐。小妹妹，厝诶，搁有一个人对无？阿妹，你若知影？不好意思，我甲你讲一个好消息，我今晚一定看到你安尼。玉梅，您说你看得见我们了？是啊，我跟你讲吼，我即摆吼，虽然吼敢若看会到影，也不过又看袂到你那面。阿妹，恭喜你哦，你已经有进步啊咧！来来来，坐休困。不好意思，真好诶。阿妹，恭喜你，相信免偌久吼，你的目睭就恢复正常啦。真正哦。伯母，你来了，你们请进啊。先生要来看阿梅啦。阿母，阿梅啊，阿母，这里啊，这里。阿母，我还讲一个好消息。老医师讲吼，我无偌久，马上就看会到安尼。啊，真是哦。是啊。来，阿妹啊，你看，你看我伫倒，有看到，有看到。我感觉有物件伫我头前安尼喊来喊去上。迄毋是物件的我啦。哦，你真正有看到啊，姐，有看到啦，有看到啊。哎呦，阿天啊，你是安那咧哭啦？哎呦，哪有啦？我欢喜啦，我都欢喜。对啦，欢喜啦，来啦，嘿遮坐啦。看大家吼，安尼欢喜，大家拢咧食，我有一个好消息哦，向大家宣布啦。有啥物好消息啊？以后迄个姓董的吼，袂搁来找咱的麻烦啦。老医师，你会知影？是啊，你俩讲啊，遮尔肯定啊？我著找阮阿一个好朋友，一个立委啊，亲身出马吼，替咱解决啦。老医师，是毋是你最近找迄位杨立伟？是啦，就是伊啦。就迄个姓董的吼，为非三做啦。伊个长官知影了后吼，非常的生气啦，准甲调去国外。哦，去国外哦！哎呦阿妹安尼真好，以后你都唔免惊遐啦。爽在，陈老师，咱出运咯！老师啊，这拢你的功劳，拢你去咧走总的，安尼永暗我开，咱来食较好咧。原来阮也真正出钱。就好诶，就好诶。真。咧困啊！阿母啊，遮尔晚，你哪毋困啊？你都要走啊？有变哪困会去？是讲无春啊！阿母看吼，你安尼毋免倒转去日本啊啦。调查局的人都拢认定你死啊，因袂过来追查你啊啦。阿母，就是因为安尼哦，我才一定爱离开。当初杨局长救我的时阵，我已经讲好啊，只要会去拖累到伊的代志，我就袂用去做。安尼讲起来，你一定爱走就对啊，你一定爱离开。阿母是。
请你原谅我这个付出。敢讲咱母仔囝的缘分，就是注定安尼是。伫个你头一摆离开厝去日本读册开始，阿母就注定永远等你。每一摆你若倒转来，你拢足赶紧就搁走去。2年、4年，上久的一摆，你互阿母等你12年。甲恁倒送死的时阵，我总算才等着你倒转来。甲恁倒送死的时阵。我总算才等着你倒转来，一直甲你娶某生囝，阿母心肝内才开始想讲，我安尼毋免惊吓过日子，因为我的后事袂阁离开我的身躯边，我才安尼伫咧想念念，无偌久你就会失踪了。我一直等，一直等，等啊有目屎口啊无目屎，等到的消息是咧去互枪杀去。阿母，阿母，你敢知影？阿母今仔听着讲，阿妹的目睭要好起的时阵，我的心情是有偌尼啊复杂。这几十年来，咱母仔囝见面，我会当看到你的日子，用镜头仔来算都算会出来。阿妹的心，因为讲拢是伫咧等你。有人讲，老母等囝是天经地义的代志。啊，不过，无错，你即摆是要阿母搁等你偌久？阿母老安尼，我敢有迄个性命，当我搁等落去？你莫安尼讲，你以后的日子一定是久久长长。虽然我无法度踮你的身躯边照顾你，不过阿母你一定要答应我，互我一摆记，等我转来又好你好。听到你安尼讲，阿母足欢喜的。安尼我就足满足的啊！虽然我阿母到即摆还阁毋知讲你咧追求的理想是啥物，啊，毋过我知影你是为着要完成你倒送一生的愿望，阿母就袂阁甲你阻挡。阿母无错，阿母敢若希望讲。你若有机会，等转来一转，你转来看阿母一下，这就是一天啊！你互阿母知影讲，你还阁平安活的，安尼我阁等落去，才有希望。
我一定会等，一定会等我。咁拢准备好啊？拢准备好啊。我春兄，你爱记，啊，请阿小妹转来。袂用诶，既然若较有危险哦，安尼就毋通写批倒转来。无错，你有甲阿母讲过，你叫我一定都爱等你倒转来。阿母会等你，等你光明正大倒转来台湾。阿母，虽然我无法度留喺你的身躯边友好你，啊，毋过我相信阿妹也一定会转去林家，一定会照顾你甲静文，安尼我就放心。对啦，会啦，阿妹早晚有一天一定会倒转去林家，你放心。阿母，我走了后，阿妹就拜托你啊。你放心啦，阮大家吼会好好照顾阿妹啦。阿母，时间嘛差不多啊，我来走。吴春兄，敢讲你无要等阿妹精神，看伊最后一面？无迄个必要，加看是加伤心。行啦，互阿母送你来去车头。阿母，好啦，阿母送你来去，送一步，送一步。阿母，好啦，你就互阮甲你送啦，行啦。阿母，阿母，玉梅，陈老师，你当时要转来？我是讲吼，要叫阿母等下再加短一段时间会使无？我希望我目睭好了，头一当看到阮阿母，还佫有你。阿海啊，阿海已经决定要甲你离缘啦，伊要娶阿 Q 啊做某。你若就安尼倒转去故乡，敢是互因两个人感觉足为难的。你若倒转去了后，你一定会定定看到日升。啊，你若看到日升，你想要甲伊相认无？我即马都不准你倒转去。我能了解，拄则你对阿妹讲的遐话，你一定足伤心的对。伤心，我这世人已经伤过足侪人的心啊，无法伤心一摆，这嘛是报应。苦苦的思念，夜夜在徘徊。风吹乱的形影，失去了魂体。无聊的用仔话，当作是笑亏。冷冷的一首歌，愈唱愈怨嗟。一嘴干一杯，暂时莫搁想遐多，任何茫茫一切就毋免搁解释。一嘴干一杯，醉过的人上较白，若是无人要爱的，水倒一个算一个。一嘴干一杯，暂时莫搁想遐多，任何茫茫一切就毋